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。食饭时间手路菜要来看到三联堡这间卤味店卖食材拢真特别，有牛排、毛蟹、草蟹、日本的干贝，还有平湖的小羹啊，食拢食会到。头家陈碧俊16岁开始学做食，20岁做大仔师，落尾家己开店，因为无顺势，阵啊收起来，去老母开的卤味店来斗骹手，刷落来阵啊家己开创伊的卤味事业，名声会当讲做甲真响。 滚呛呛黄花色的卤汁，还搁咧请白烟。这落卤汁要烹开是安尼，遮尔烹着规间店拢闻会到。来搭看这落鼎底的食材，这拢毋是一般卤味店常常看会到的菜色，甲火锅料，这是各种的海产。想要吃有肉又有蛋的螃蟹，这个是最好的选择。 这落顶一秒还搁安尼活跳跳，外观看到亲像大粒胖的爱尔兰螃蟹，甲规只落鼎。像这个面包屑的话，大概要卤至10分钟，那温度也不能太大。卤过的螃蟹壳甲掰开，就随窗仔看到蟹膏是安尼甜甜甜，含遮尔把人的蟹肉。因为这伫咧落鼎进前，还搁是安尼活跳跳，所摆伊卤过了后，上会当食到蟹肉本身的青甜。这是新鲜的鸡佛。 伊毋是做即款传统的手路，亲像即落鸡骨啊，伊的口感食着绵绵绵，会使讲是大补带青甜，口味亲像大草虾，还佫有即落订单佫会 Q 身的平湖小羹啊，伫遮拢总食会到，含即落对日本来的食干贝，伫烧鼎内底差不多甲炖5秒至10秒，安尼毋但会当保持即落海产的鲜气，嘛会当甲卤汁的即个香味拢甲输入去。 食的好料的拢是这间卤味店现做的哦。我们很常看到的，像海鲜呐，还有什么鸡活啦，还有螃蟹，在这家卤味店可以特别吃得到这些比较稀有，我们一般的传统那个卤味店比较看不到的东西啊。 用这款特色卤味来做名声，其实陈碧俊伫20年前，就是一个迄落现炒的铁板烧的师傅。这10年来，伊还佫开2间店，是讲伊安怎会来放弃家己铁板烧的事业，来做这落南山啊小食。这是和咧开服装店的老母有牵连。自己服装拢就卖啊，每个月都会赔钱啊。啊，毋咱想讲啊，无来做一小吃试试看，看有没有转机的机会。 因老母伫家己的服装店边仔咧卖卤味，也即个伫咧煮食界拍拼真侪年的陈碧俊，伊安尼规心要来甲老母甲即间店甲斗经起来。阁有迄当阵咧做铁板烧的餐厅，有去拄着困难，生意做甲了钱，尾也甲收起来，归起来老母的卤味店才斗3工。自己创业大概快10年了，那第2家店那时候有足足7年都没有休息，那时候其实蛮倦怠。 伊规心拢来做即落卤味店，因老母嘛来请做伊的助手。毋过伊用即落关坎的食材，原本阁咧烦恼讲人客毋知会当接受无，想袂到说意外来开创新的商机。那时候是想说不要用太多的加工品，然后尝试用新鲜的食材来做看，那其实跟卤味还蛮搭的。 对铁板美食来甲转型做传统的卤味，陈碧俊伫即间超细间的卤味店内底，会当来发挥伊的手路才艺。即落一话一话香讲讲的卤味，嘛来卤出伊家己水气的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